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，今仔日是农历的2月初3，是学生囡仔守护神文昌帝君的生日。真侪民众一透早到宫庙来参拜，要传煞来拜文昌帝君的，讲这有美格有禁气哦。命理专家来提醒，像薯泡这种的饮料，有疏离的起泡点的意思。像鸡卵、像鸭卵，或者是丸仔类的物件，嘛拢有考试考鸭卵考0分的含义，所以不适合摕来拜文昌帝君。会使拜代表聪明的葱、葱啊，也有代表勤劳的芹菜、芹菜。守护学子们学业顺利的守护神文昌帝君，农历2月初3就是他的生辰。不过想拜拜的话，可是要注意的，像是我手上的乌龙茶跟书袍，就是大禁忌。书袍有输在起跑点，乌龙茶嘛有考试乌龙含义，所以无建议选择下拜亲像葱啊，代表聪明；芹菜有轻快意思，菜头表示好彩头，长包啊加做伙就是保重。花粿嘛有慷慨高兴的意思，安怎拜冇小美感，可以把贡品跟你的准考证放在一起，放在盘子里面，然后你再按照庙方的顺序，例如说你要先拜天公炉。小朋友在念书，就是祈求他念书平安顺利这样。每年都会来点灯，家里有考生都会比较常来。对对对。下只强调就去甲摸摸时，那台湾人爱文昌帝君，和外国游客嘛来拜。Where are you from? South Korea for enter a great university. 不过上班无用来，命理专家提醒会当安尼做：伫咧房间或者是办公室单人边向外食物，或者是穿青色、蓝色空色衫，嘛会当互工课考试顺。不过俗语讲3分考运气，想要美望成真，恐惊嘛是爱靠自己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